慢咱的小心，咱毋通自以为意，家己想讲家己是上介好，家己上介贤，别人拢袂用的，所以就伫迄说责备别人。你若责备别人，其实拢有带有即种成分伫咧。你若知影对方的毋好时，咱会使换一方的，毋是用责备的方式，咱会使用即种可恨的方式。你若责备方式，常常就陷落伫自以为意的方式，佮用家己的即种公义伫迄个所在咧行。咱来尊重上帝的即种方式，甲上帝来合作，会当做伙来为着对方，互对方会当伫迄所在来改善过来，会当悔改。咱当常常用祈祷伫迄所在来帮助着对方。这是第四项，咱来了解咱家己是非常限制的，毋是咱即个课上了以后，我就当讲这和平使者，什么代志到我面前拢无问题，哪有可能？这代志是受到足侪即种控制，咱只不过是一个器躯那点。咱来了解咱家己本身有家己的即个限制伫咧。最后一个就是咱上界，诚做和平使者上界有力的器躯，即个终极武器是啥物？就是20到21讲。所以你的对象来要求互伊食，那喙干就互伊啉，因为你安尼行是甲即火炭下伫伊的顶面，所以你毋通互歹赢过，颠倒安怎？爱用，即个是华语版嘅，应该是爱台语的吼。用好较赢歹才对吼。所以咱基督徒上界因咧用的即种器具，上界重要是啥？迄个主动甲专注的即种即个听伫咧，为上帝来听伫咧，即个会当。会当消扬所有人的即个心伫咧。你用上帝听的时，要来听对方，对方绝对会消扬去的。伊无办法，伊从来毋捌去感受到迄种听伫咧。耶稣爱咱无爱伫迄个所在怀恨在心，颠倒爱去分出来讲对方伊上界深的即种需要是甚物，然后咱就将迄个会当尽咱的力量去满足因所需要的。你若主动去听你的对象时，至少互你家己本身袂陷落伫迄个受气啊苦楚的即种，甲想要保护即个心内底，颠倒你会当用光伫上帝。相时你若主动甲坚固的听时，检测上帝就要来使用，互对方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悔改。保罗写罗马教会时所用的即12章的14节到21节，伊甲咱讲到咱要安怎有即种要和对方，不管伊买啊卖时，伫咧整个和平，要讲到和平使者过程中间时，咱来注意着即5个原则。头一个爱控制咱家己的喙齿，第二爱追求咱有一个属灵的同伴，常常讲做咱帮助。第三，不管对方安怎，咱继续爱行好。第四爱了解咱家己是有限制，咱无可能是真好真厚的，然后。会记哩，拢总爱常常即个听伫咧，对上帝来听会当帮助。所以咱隔壁来看时，今仔咱看即个圣言在时，伊会当使用伫冲突中间每一个阶段，伊甲其他的圣言在拢有即个互相对照伫咧。写哩即个几啊项，像听人听厝边亲像家己，你愿意别人安怎款待你，你就安怎款待别人。你着爱赦免人的过失，你用听心讲诚实话，你着爱顾着别人的即个利益伫咧。伊是讲，你若要安怎，主安怎赦免咱就爱安怎赦免别人。伊运用这个原则，并无遐尼容易，但是非常值得去努力，因为上帝毋望咱伊会当伫咱内底动工，互咱诚做咱是一个和平使者来服侍伊。上帝嘛透过保罗。互咱一个应允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讲，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恁着坚固无摇拽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在恁的筹码伫主毋是空空。咱的筹码伫主来看，因拢毋是空空。咱可能咱所看的是地面上即个好人，咱受到遮尔济苦楚，啊，即个歹人。哇！敢若无人甲处罚，伊过了真好伫咧。这尔啊无公平着，咱看的是地面上的。主要甲咱讲，咱的筹码伫主毋是空空，因为伊知，伫天顶的报赏是大的。伫8福最后一个就是讲啦，为着义受困毒的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伫天顶的报赏是大的。
所以咱毋通看见家伫对面上车，咱毋通用常常咱对面上的这种方法来看代志、来处理代志。咱来想用上帝方式，伫迄个所在来看、来处理。即礼拜是咱今年度最后一遍的小组，嘛伫小组中间，咱会当来分享讲，直接讲你认为基督徒的属灵武器是啥是无溃力的？你要因为用这武器来得到得胜啊无？会当分享。我知影咱中间有人。即个见证，我无办法很侪，但是有一个写出来内底有写着讲，伊甲对方甲伊的同事无办法，无办法沟通的，但变伊要安怎？伊无办法，伊就等于祈祷，用这迫切祈祷。竟然后回过来讲伊啊，规个改变，对方的态度就改变掉。上帝开来有影是真正大，上帝属灵的武器毋是无力的，是咱无去用伊那定。第二个讲呐，咱在运用上帝所赐的这个属灵武器的5个原则中间，咱总需要努力甲操练的到底是甚物？伫正做这和平使者操练中间，你上界大的这种收获是到底是甚物？我相信今仔已经第12礼拜啊，咱一直咧看，一直咧听，小组中间分享者，当你对这属正做和平使者这本册中间，咱到底有学习到甚物？有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真侪你的帮助啊无？毋通甲稳拔起来，伫你的生命中间要会行出来。信仰毋是迄个好看，信仰是你的生命中间安怎产生改变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用咱人旧的人，旧的老我无办法承接上帝国，嘛无办法真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只有弃掉旧的，你换做新，真做一个新造的人才有可能。嘛，共款，咱伫这学习灵命操练中所学习的，你就是甲你遐无好换掉去，甲即个好的甲下入去，再真做上帝所要祝福的人。毋望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，以爱真做和平使者的人，让上帝祝福满满，甲咱三个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当阿爸悲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即个真做和平使者12个礼拜操练中间，阮今仔进到伫最后一步。阮知伫这操练中间，阮是非常软正的，阮无办法靠着家己的气力，做到伫这个课本中间、圣经的上帝话语中间所讲的。但是主你互阮的应允就是靠主万事拢会。阮就这来献上阮的感谢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常常看见家己的这个不足、家己的有限伫咧，阮来谦卑到伫主你的面前，来顺服伫主你的旨意。就你要帮助阮。因为你甲阮讲，互人和平人福气，因为称做上帝囝，阮以爱诚做上帝囝，受主你的保护，受主你的祝福，受主你的引带，求主带领阮头前的脚步，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是我们当时用主所教的主祷文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。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，无伫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